各位朋友，最近網上流傳一個新嘅詐騙手法。有人就收到一封信，寫住香港檢控部，就話你犯咗法，要1個星期內掃翻個二維碼交錢，否則就會告你。呢啲都係騙徒慣常用嘅手法嚟㗎，恐嚇你，要你短時間回覆佢哋，就等你自亂陣腳，到時就好容易俾佢呃咗錢啦。當然，醒目嘅朋友一睇呢封信咁假，梗係唔理佢啦。不過大家唔好以為識破今次呢個騙案就夠喎，騙徒遲下可能會越做越逼真，真係模仿好似電力公司、水務署、電信公司嘅信件，無論封面字體都做到好似真嘅一模一樣，去呃大家嘅錢㗎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哋見到啲 QR code 就唔好亂掃啦，就算真係掃咗，都睇清睇楚個名先至好俾錢。同埋而家交啲公共嘅費用好似電費、水費、電話費等等，最安全嘅辦法就係開自己手機嘅支付寶或者八達通 App， 喺裏面揾翻公共繳費，再揾翻呢間公司，根據翻自己嘅賬號去交錢，就唔好亂咁話掃個 QR code去俾錢，咁樣去交錢就比較安全同有保障啦。